开始好，大家新年平安。老师，新年爱恭喜新对吧？年恭喜！真欢喜吼！多谢大家搁陪咱入来安尼。要安怎讲？2022吗2022年2022年，？2022年第一天呢，阮就伫海顶吼钓鱼啊，所以钓足侪款无共款的鱼啊哦。因为咱今仔要讲的是啥物个性吼？逐款鱼啊拢无共的个性诶。其实我还未去钓鱼的时，进前我拢毋知影哦，原来吼有的鱼啊是爱下盐钓，啊有的是下早钓，啊迄个做侪做趣味的代志吼。虽然钓的是真艰苦，很准，足配合迄个渔夫的吼。但是咱今仔老师要来甲咱讲吼，啥物款的个性吼，上帝喜爱的个性，还是其实每一个个性上帝拢喜爱吼。但是咱今仔要来讲几个特别的个性，对无？对啊，咱来看特别的，咱特别，咱来看耶稣是一个重要吼。来，上帝自我介绍。上帝安怎自我介绍呢？咱看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自然有，永永有的。”佮讲，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：“找我到恁遮的，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是我永远的名，是我的纪念到万代。”我伫遮特别要讲，为什么上帝自我介绍的时阵，特别讲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要提出这三个人的名呢？咱知影亚伯拉罕，咱讲了啊，是上帝的朋友啊，上帝甲代志拢会甲伊讲。以撒无啥知影，对无？因囝，来雅各做甲济。伊个故事较济啦，逐个人拢较知影。以撒即个人那像毋捌听过，较少讲着。罕得讲着，罕得讲着以撒的故事哦。咱知影雅各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毋过以撒拢无。亚伯拉罕已经讲了，所以咱今仔日特别要来讲以撒即个人。以撒甲耶稣有小可共款的所在啦，伊是有表耶稣，咱前解有讲过，伊献祭献做烧祭，其实耶稣就是要献祭代替人的罪，伊献祭共款也是要赎罪，正个拢共款啊。咱看伊出世有啥物共款的所在咧？凭着应允来出世。天使有天使对亚伯拉罕讲，讲上帝敢有做未到的代志？时间若到，明年这个时，我会过来你遮，撒拉要生一个囝。因为迄阵亚伯拉罕想讲我无可能啦，已经做老啊，已经100岁，讲我无可能个生囝。伊要100岁啊，伊毋信啦，天使来讲。上帝敢有做未到的代志？伊就甲伊先甲伊打条讲，敢有做未到的代志？时间若到，明年即个时，我要过来，恁太太、恁某撒拉要生一个囝。这是来天使个对玛利亚讲。来第2段，天使对玛利亚讲，咱拄则讲天使对亚伯拉罕讲，来生一个以撒。来天使对玛利亚讲，伫圣经内底，路加福音1章31节，当你要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来你去看后壁迄阵，因为上帝无一样代志做未到，上帝无一样代志做未到，甲顶悬讲上帝敢有做未到的代志？即两句话是共款的。伊甲亚伯拉罕讲敢有做未到的代志？甲玛利亚讲，
讲，因为上帝无这样的责备，因为玛利亚有那想讲，我还要嫁人，是要安怎生囝？玛利亚嘛是安尼想啊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咱像阿伯来喊讲，这无可能，我100岁啊，那就死人同款啊，那个会生囝。玛利亚讲，我还要嫁人，要怎样生囝？伊嘛无相信的。讲敢有做袂到的代志，是咪拢同款？拢是1年后要生出来是凭着英文来出世。迄个耶稣甲即个以撒2个同款的哦。拢有天使来甲因讲，安尼。拢有天使甲因讲，来。伊12岁的时阵，啥物人12岁？就耶稣甲以撒2个人拢同款啊。因2个人12岁的时阵掠准失去甲得到，就是讲，阿伯拉罕伫12岁，伫以撒12岁时，上帝甲伊讲：你教即个囡仔献互我，讲叫伊伫摩利亚的山顶，甲以撒献做烧祭。献做烧祭就是讲甲伊烧伫祭坛顶悬，甲伊烧掉啦。烧祭就是烧掉的意思啦，甲伊烧掉。那安尼阿伯来汉是毋是失去伊个囝？是啊。伊想讲伊即个囝敢若一个后生尔。讲无去来玛利亚甲约瑟，生耶稣的老爸老母你看，因行3日久。就是讲去耶路撒冷要倒转去因兜的时阵已经行3日啦。我找无耶稣，迄阵就真紧张呢。哪会知影讲找有找无？是毋是中途又无去啊？反去倒嘛毋知，就运运搁找到转去。最后甲伫耶路撒冷圣殿内底找着耶稣，是毋找着？所以耶稣。找有着，毋是从永远无去。以撒呢，伊要献做烧祭，有一只羊仔代替伊，伊毋是永远无去。这是同款。本来想讲伫要失去啊，搁拢搁得着，拢差不多是12岁。搁吹转来，因2个个性拢有一寡同款以撒伊欢喜伫田里默想，就是讲伫遐祈祷啦，伫遐因为因老母。过身以后，伊拢伫遐少念因的老母吧，伊拢静静安静伫因田里咧想代志，安尼拢做安静着对，就是祈祷的意思啦。耶稣也是同款，伊着足侪人咧为伊的是讲甲阮医病啦，还是讲要听伊讲道理啊，伊着走去山顶，去旷野伫遐祈祷。伊就走去安静的所在，以撒是走去田里伫遐默想，是毋过是同款的个性。来第4因若像羊被杀也无声，也无开喙啊。以撒，咱知影，伊互因老爸甲伊绑伫迄个祭坛的顶悬，免做烧祭，伊嘛是无反抗，拢无出声，无问讲为什么？无讲哪个要安尼做，伊拢无问原因，就是安尼点耶稣伫彼得倒面前无开喙，伊无开喙，讲足侪人告耶稣讲伊是伊是告伊足侪罪，其实拢是假。审判官对无？彼得倒问伊讲，你看因告你遐尼济代志，你敢拢毋免为家己辩解一下？耶稣又同款啊，拢无开喙，伫圣经有记载即个问题拢点点，毋免讲原因，毋免讲理由，就是安尼。有当时去互冤枉咱拢会安那足气的对无？拢会受气，拢会辩解辩驳。对，爱搁请律师互咱争取。你看这毋是佫是同款？这真厉害咱搁看佫有同款的所在无？因用尿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因会当得胜，确实因选择退尿，就是讲尿别人啦。既然是因
以撒住伫基拿日，就是非士人的土地啦。伊伫遐时吼，因为伊较早因老爸阿伯来汉有那捌住伫遐，阿伯来汉有乌出者井啊，井佫互吞起来，佫照原地井位佫乌佫出水，毋过伊乌出者井啊。基拿日的牧者就来甲伊相抢，毋是一届乌出一届，或者是写一届啦吼。安尼哦，嘿。小井来讲，这井是阮的，无爱甲伊井着互你，伊可以白为乌，佫有出水，因为伊乌井拢会出水，上帝有帮衬伊啦。爱出水，因过来井讲，这井阮爱佫互伊，直到最后。最后伊有乌一个井哦，因着无来井，所以伊就甲迄个井名号做离合璧。离合璧的意思是讲，对当以后我有上帝帮衬，我要做重大，就是讲我的财产会变丰富足济。无简单诶吼，人伊有啥物财产，人就甲你抢，你讲无反应诶吼。不要紧，我佫有别个，因为上帝互我较好安尼。伊就是安尼，伊吼真正吼对遐以后伊着羊群啊啥，逐项拢目前拢一直坐起来，伊着拢刷去伫，就是叫做碧士八吼，碧士八是后来因徛去，就是以色列南地吼，着无搁徛伫其他日，就无搁伫非利士人的土地。所以老师以后若有人甲咱抢啥，互伊就对安尼吼。咱会当搁较好对无？是安尼吗？来，计较安尼。咱来讲阿妈大学里面讲耶稣的代志吼。你互耶稣捌互伊答吼，因为耶稣互毋是互人掠去吗？是。互迄个做石头的仆人甲掠，暗时来甲掠。甲掠时吼，必定毋是甲刀举起来，着甲迄个掠耶稣迄个人的鱼孔扑掉。是。扑掉耶稣着甲伊捡起来，佮甲斗咧，伊又好。然后耶稣讲甲彼得讲，你想我敢袂当求我的天父随时甲我差派12营较假的天使来保护我，是无？是。讲你出手你甲刀收起来，你想讲你要保护我，你想讲我敢袂当叫我的天父，叫我的爸爸，阮包的军队一大群，嘿。伊是毋是？那是娘抱的方式啦，伊是娘人。这是毋是是小可共款的所在？再来，最后咱来看第六，顺坦上帝的旨意，因做遮的目的，我拄则讲的所有的目的，拢是为着要顺坦上帝的旨意。其实毋是伊无爱，毋是伊软正，伊是顺坦上帝的旨意。你看，因为咱知影阿伯拉罕有讲，以撒生甲是你的后裔，上帝佫甲阿伯拉罕讲，你的行顺顺要做海边的沙遐尼济，天顶的星遐尼济。对以撒生甲是你的后裔。你看，以撒生较是其他拢毋是，安尼意思是讲，以撒绝对有后裔。以撒就无过去经伊的太太，无讲经对一个较水，也是讲对一个较好，较健康，较会生囝，拢无安尼经。较水对。伊拢无经吼，伊讲伊的仆人甲带来，就是伊就听伊。去迄个去啥物所在甲伊选的对无吼？去因原地厝，阿伯来原地厝。去帮伊选来的。帮伊选来。他是一个仆人。对然后佫有一点哦，祝福细囡仔。咱知影伊毋是互因太太，就是互因某甲因的细囝甲伊骗去嘛。是。骗去甲祝福，是毋是祝伊本地以撒的意思是较疼大汉囝？讲本地就是大汉的会晓煮好食的。大汉会晓拍咧，足够做代志，细汉的拢敢若
咧陪因老母妈妈尔，嘿，拢也无咧创业伊煞着真疼大汉诶，着想讲要祝福大汉诶，伊着目睭花花，结果煞祝福毋着人，煞互人骗去，互人骗去，伊知影以后，伊会当甲变倒转来，伊会当甲祝福伊个代志，毋过伊无安尼坚持安尼做，伊讲已经着祝福去啊，我袂当搁做啥物，你逐项拢无啊。为什么伊安尼想？因为伊知影上帝伫要祝福细汉，伊个太太要生囝诶时阵，就已经甲伊讲讲大汉诶，即个细汉诶要做，着大汉诶要服侍细汉诶。是，讲迄个细汉诶，他是上帝拣选诶人，对啊。对，伊还袂出时就讲啊吼。伊甲伊个太太讲，有甲伊也知影。所以就知影，讲伊祝福毋对人，其实这是顺探上帝的意思。所以伊无知影这无毋对，伊无反悔，伊也无搁收倒转，因为伊本底就是爱顺探上帝的意思。搁有因老母吼，你有人讲因老母用欺骗的方法来得到，其实我咧想，那毋是讲完全安尼啦。你想，上帝已经甲因老母讲过啊，讲伊伫大肚咧腹肚疼诶时，讲我先来甲会拄着安尼诶代志。上帝甲伊讲，两国要伫你来出世，用你诶腹肚内底有两个国。我细汉诶，要大汉诶较大，伊就知影。即摆伊知影讲，以撒要祝福迄个大汉诶，即甲上帝意思无共款。即违背上帝的意思啦，所以伊就想办法，甲雅各生做大汉诶，想办法得到祝福，互伊祝福会得到。所以这个代志因为咱袂当评论因家庭诶代志，所侪人拢评论就是讲，甲伊学袂想啦，想讲是啥物啥物因某做毋对，还是讲因囝做歹代啦，其实咱拢毋通安尼想啦，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对，顺探就是用。这是拢是来上帝所以耶稣甲因讲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无一项是照家己的意思，拢是照天父教示我来讲。伊拢无家己的意思，耶稣无家己的意思。伊要讲话，伊要做啥物代志是照上帝，所以伊嘛是伊最后是讲嘛，讲要定十字架时讲，若会当我莫定，迄足艰苦的哦。我甲定迄十字架直到死。耶稣知影，伊知影讲，假使若会当，即个苦杯离开我，讲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伊就乖乖将十字架互人定死。顺咱上帝的意思，上帝有家己的安排，所以咱活的是暂时，永远的活命是重要。听上帝就无毋对，对，哇，真济吼，真丰富的一个。今日我写个性大评比吼，以前也毋捌想过讲原来即个以撒是跟耶稣遮尔像的一个人。遮像，以撒一个无人捌伊个人，因为伊本来是无爱互人捌，那像耶稣安尼伫街路咧行路，无人知影伊。真正，伊拢点吼，点来定祈祷，定思想吼。所以做顺服的真欢喜一个咱的新的一档吼，可以当跟大家做伙讲台语吼多谢大家会当继续帮场，并且分享会晓讲台语的人知影吼，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甲咱空中再会。今仔日足侪人去食迄个新年晚餐淑华昨是西的一个姊妹好，多谢你来捧场，做欢喜阮知影有足侪新的朋友拢咧支持咱会当
嘿，欢迎你会当讲你想要听的，还是你会当讲你的感想吼，会当写落来，互阮知影，阮会当伫即个顶悬做伙跟朋友分享。多谢老师，多谢感谢，大家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，是新年快乐啊！继续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